拄代表民進黨出線參選高雄市的候選人賴水龍，14號上午再次來到台南相挺林俊憲，並且在林俊憲的服務處來到3工敲電話，呼籲民眾愛收到關鍵的電話民調。今日就是咱台南的民調電話啊吼，拜託你唯一支持林俊憲啊吼。你這通電話影響到咱台南的未來發展吼，啊上優秀的人選，台南市裡的人選就是林俊憲。啊，拜託你吼，下暗的6點到10點半，請你一定要佇厝了固電話吼，唯一支持林俊憲，安尼好無？吼，拜託你哦吼，拜託你哦，我是賴水龍啦吼，佮拜託你吼，謝謝哦吼，請唯一支持林俊憲，好，下暗固電話，守護林俊憲，守護台南，感謝拜託吼，謝謝。立委林俊憲強調，今仔是民調最後的一天，每一通電話攏非常的重要，一通電話就有可能會決定輸贏。呼籲支持者大家小招正派來收聽。今天非常感謝哈，我的好朋友，我的戰友，我們未來的高雄市長賴瑞隆，他再度到台南來，因為我們昨天的車隊遊行掃街還沒有完成哦，他說他今天是另外一半哈，要繼續陪我走完。我說他一大清早又到台南來，而且呢，他今天特別也送我一個小禮物。是他的幸運的這個小禮物我待會請他來說明。那我們待會要互相互贈一個我們彼此的一個信任了就未來如果我們一定會雙雙當選，那我們會做最好最密切的合作。其實每一通電話都非常重要就差你這一通電話，所以我們也一起在這裡呼籲我們台南市民。今天晚上大家都在家裡在家裡守候電話也懇請大家一起支持台南最好林俊憲。今天台南非常重要了哈，今天晚上是台南非常重要的一個晚上，所以要拜託所有的台南的市民，晚上一定要留在家裡接電話，唯一支持林俊憲。林俊憲是最好的台南市長候選人，林俊憲過去以來有非常豐富的一些成果跟經驗。那今天也特別再次來獻上我最大的祝福，也希望大家跟賴瑞隆一樣，然後一起來支持林俊憲，讓他來帶領大台南繼續前進發展。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賴水龍嘛特別致敬家己的幸運舞，向前夢想甲着希望的黃色小鴨和林俊憲，希望林俊憲能夠親像黃色小鴨同款，生在台南的希望。而林俊憲則是回敬2011年。蔡英文競選總統期間提出了3隻小豬計劃的小豬鋪滿，希望台南甲高雄連線幸福會用得來實現。謝謝加油哦，謝謝加油哦！南高連線，南高連線，幸福實現；南高連線，幸福實現；南高連線，幸福實現。林俊憲動算。接續林俊憲甲着賴水龍嘛登上一台紅色的皮卡，展開車隊的掃街，沿途鄉親熱情的握手，未少的民眾經過時嘛向2個人來比讚，展現民意對着林俊憲的支持甲着期待。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